煎烤7分熟的鸭胸对半切开，摆盘后淋上特制的野莓酱，再来点蔬菜做点缀，吃起来口感酸甜。这是老爷行旅干脆餐厅所推出的系列主菜之一。像我们的鸭胸，我们是以樱桃鸭胸下去做，然后我们也是用西式的香料下去腌制，腌制完以后再用我们的煎过，然后再用炉烤高温下去把它锁住它的肉质。猪肋排啊，那我这一次也是尝试，就一样，我也是用西式的新鲜香料下去腌制，然后腌制完以后再来做炭烤。那搭的是比较特别，我是把它搭玉米糕。不管是口感扎实的炭烤猪战斧，还是炙烤到外酥内嫩的青干鱼，经典法式手法演绎的红酒炖羊膝，到专为亲子客群设计的手撕猪肉结合酥软法国面包，5种不同的菜色，满足饕客的味蕾。许德正许主厨他的这个欧法料理上面呢，能够帮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新意。那除了5月份的新主菜之外呢，我们在呼应母亲节的部分，也推出了美丽妈咪。母亲节档期，餐厅还推出用草莓、覆盆子所做的蛋糕。端午节也有古早味肉粽、鲍鱼粽，甚至素食的猴头菇粽，提供顾客多元的节庆美食选择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